Hello， 大家好，我係 Kevin 老師，好耐冇見啦，大家啊。我整咗呢個股票 channel 都有兩年鬆啲啦，係咪？不過最近呢一年咧就係基本上都係冇出任何 video 嘅，因為一啲個人理由啦，丟淡咗嘅。咁咧最近咧我就決定咧就重整旗鼓，就會繼續推出分析嘅 video， 去繼續去經營翻呢一個股票頻道嘅。當然休止咗年零嘅時間咧，咁就點樣都會流失咗好多觀眾㗎啦。咁就都冇所謂啦，即係我而家就想同大家聲明一聲，就係話我而家會開始做翻。希望大家就繼續去支持我呢個 channel。咁我自己嚟講咧，我就再努力過慢慢去做翻起佢啦。希望可以先多謝大家嘅支持先OK。我自己嚟講咧，我而家可以好明確咁講，我希望做到咧，我嘅分析可以咧幫到大家咧，係可以係基本上一個比較中線少少嘅一個分析，就唔得日日及到實晒咁樣嗰種咯。希望你睇完一個禮拜一次或者兩次兩個節目，就已經可以咧夠大家用或者夠我自己用。我覺得咁樣係最 fit 嘅。OK。好啦，閒話都唔講太多啦，大家嚟睇下呢個禮拜嘅恒指嘅分析回顧係咪啊？跟住我會嚟講下未來呢個禮拜嘅一啲分析上嘅預測。有睇過我之前 video 嘅人都知道，我唔係好講個別股票嘅，我係主要係集中係講嗰個大市嗰個分析準唔準確。幫唔幫到大家咁樣？對我嚟講好簡單嘅啫。個市睇得啱嘅話，你買股票咧就唔會有問題，係咪？除非你買啲太偏門。如果你中意買啲個別股份係同個指數冇乜關係嘅話咧，咁你就都係買權重股、重磅股嘅話咧，大市只要睇得準嘅話咧，咁基本上係完全 no problem 嘅。OK， 好啦，我哋大家嚟睇下大市先。因為咧大家都知道啦，呢個禮拜係國慶啊嘛，北水停水，大家都知道呢個港股嗰個成交量咧，北水都佔大概一半到噶嘛，係咪啊？咁所以咧北水停水嘅話咧，對呢個禮拜嘅港股嘅成交量咧係顯然大家睇下係縮減咗好多嘅，尤其是禮拜五咧係得翻1347億嘅成交量嘅啫。咁呢個係好正常嘅事嚟嘅即係縱使係咁咧，大家睇到咧國慶節期間呢兩日咧即是2號同埋3號呢兩日咧，基本上都係向上升嘅咁所以就唔係話成交量減卻就唔會升嘅個市係咪啊？當然係展望翻下個禮拜大陸股市復市之後咧，對嗰個港股嗰個成交量重新再翻嚟嗰陣時咧，嗰個北水咧嗰個影響。重新谷翻個市上去定係會向下跌咧？咁我哋就慢慢去有待觀察、有待分析啦。到時呢個大陸嗰個復市先知啦。如果你睇翻咧，基本上恆指嘅圖表嚟講咧，日線圖咧3號嗰個高位咧，都唔係拋離9月18號嗰個高位好遠嘅，僅守得住18號嗰個9月18號嗰個高位。咁你相比嚟講，科技指數咧一望咧，係咪拋離遠好多啊？呢個係嗰個前高位啦，係咪？呢度做咗個形態啦，小形態啦。而家係拋離咗嘅，基本上2號嗰個高位咧係拋離9月18同埋25係比較遠啲，所以咧你睇到科技指數係從技術分析嚟睇係明顯係強勢啲啦，因為有阿里巴巴坐鎮嘅原因啦，係咪？咁嘅時候咧，我哋有理由咧去咁樣去睇啦，就係話個後市我哋睇住科技指數咧嘅做法係比較睇恆指更有嗰個參考價值嘅。咁所以大家係睇住科技指數嘅表現，因為科技指數同恒生指數嘅表現可以係差幾遠下嘅。有時嗰個恆生指數唔係點升牛皮嗰陣時咧，科技指數可能會升咗1% 都唔出奇嘅。OK， 好啦，咁主要睇科指，能唔能夠企穩呢一個位啦，係嘛？前高位6440左右啦，
係咪啊？唔係6500啊，6440左右啦。呢個係好重要啦。如果插翻入去嘅話咧，就可能會調整得比較深啲啦。咁如果我再喺度畫多一條線，咁樣畫上嚟嘅話咧，呢條啊，咁你睇下，如果後市大家嚟試調整翻落嚟嘅話咧，匯聚翻咧都係喺6440度呢個位嘅。即係如果佢過2日啦，2-3日跌落嚟，回調落嚟，係咪其實呢一條嘅支持線啊，係咪可以定一定啊？咁所以咧，呢一個位幾關鍵下嘅。咁再加埋科技指數嘅10天線咧喺6371，咁佢會往後仲會向上升噶嘛？呢個 SMA 10係咪會向上升嘅？所謂去 catch up 啊，即係佢會去追翻上去6400以上嘅呢個 SMA 10，咁你咪多一個理由俾你去相信科技指數嘅6440左右，6400至6440啦，係一個重要位啦。你睇住佢短期重要位嚇，唔係啲中期嘅短期重要位，守得住咧就繼續向上。不過大家要小心一樣嘢就係話咧，眾指數同股份咧已經係喺最近呢一個大升勢啦，呢個大升勢上嚟咧已經係出現日線嘅一個RSI 嘅頂背馳㗎啦嚇，科技指數會出現頂背馳。可能 A stocks 睇會更加清楚添。咁恆指係一樣喎嚇，恆指係一樣出現頂背馳，可能冇力升啦嚇，可能暫時要唞唞啦，都唔出奇嚇。阿里巴巴都係嘅，少少頂背馳嘅原因咧，我哋要小心個市短期會有下調嘅壓力嘅。係嘛？所以咧，假設你而家到呢個位咧，你都未話入市嘅話咧，我建議呢個位又真係唔好做好倉嘅，因為好容易咧就摸頂，然後你就做大閘蟹嘅咯嚇。小心啲係嘛？即係頭先嗰個係理由一啦，因為已經係有頂背馳嘅先兆。仲有一個原因就係咧，佢而家呢個大市，譬如科技指數啦，呢個大市佢係離咧。平均線10天平均線咧，佢係拋離得比較遠啊。因為咧，大家如果有留意呢個恆指咁先算啦，佢每次升到咁上下，係一波上咗上嚟，然後佢下調嗰陣時，假若可以守得住10天平均線、20天平均線嘅情況，而反彈翻上去嗰陣時咧，好似7月頭啦，微微跌穿咁啊，算守得住啦，係咪先？你後來睇翻佢守得住噶嘛？而佢係繼續向上升嘅話咧，佢又會拋離得10天線、20天線比較遠嗰陣時候咧，佢都要落一落翻嚟，然後再落翻嚟嗰陣時，守得住20天平均線喎，跟住又上翻去。你睇下8月尾又係嘅，8月尾9月頭一樣道理嘅，守得住 SMA 10同20上去，拋離咗比較遠嗰陣時候咧，點都要落翻落嚟。咁當然呢個係一個比較粗略啲嘅一個信號啦，唔可以話單靠呢樣嘢去盡信咯。咁我睇到係更多其他嘅信號去支持個市可能短期會有一個下調嘅。咁當然個市如果下調嘅話咧，大家可以考慮即係可以入市啦。點解咧？因為我係基本上係對嗰個市嘅中線嚟講咧，係我自己比較睇好嘅。咁陣間我會講埋點解我會對個中線嘅個市場比較睇好啦。咁如果既然你對嗰個市嘅中線比較係睇好嘅話咧，咁順理成章咧，當個市如果真係稍微有少少微微嘅調整嗰陣時候咧，大家可以考慮譬如入翻啲貨。咁譬如喺恒生指數嗰個角度嚟睇咧，嗰個而家嗰個10天線同20天線嗰個區間咧喺26,400至到26,500呢個位左右嘅。咁假設佢如果佢跌穿咗，市跌穿咗9月18號嗰個高位27,000左右啦，咁佢再落嚟嗰陣時咧，去到26,400至到26,600左右咧，其實咧可能係一個好嘅入市機會嚟嘅。10天線、20天線通常咧短期都會有一個承托咁樣嘅，呢個可能係一個入市位，所以大家可以 mark 低呢個位嘅。當然個10天線、20天線佢會變啦，係嘛？大家可以睇住到時嗰個，即係我會同大家 update 㗎啦。咁呢個係一個入市位。咁
理由咧就係因為咧，如果大家睇下呢個周線圖啦，我哋可以分別睇下恒生指數同科技指數嘅周線圖啦。其實做咗個大底嘅恒指，睇粉紅色呢條線。咁佢啱啱先最近先升穿咗個頸線喺24,800左右喎，啱啱先升穿咗喎。咁個底咁大啦嘛，成3年係咪？3年大底，咁有調整係一件事啊，但係佢中線嚟講，佢可以爬得好遠下嘅喎。縱使上邊我哋會有阻力重重，可能會升大漲小回，係咪啊？咁呢個就係我見到嘅嘢咯。咁當然上面係會有阻力重重，呢個真嘅。咁但係你從呢個大體嗱，月線圖咯，乾淨啲啦。月線圖咧就睇呢個紅色嘅虛線啦，你睇，呢個係底部嚟噶嘛。佢自從2022年係嘛插過嚟，你睇嗱，之前係咁樣做咗個形態噶嘛，07年喎，大佬到而家做咗個咁嘅形態，跌穿咗落嚟之後咧，喺2022年咧，佢已經喺3年入邊做咗個底部咧，一個底部嘅長方形咁樣啊，係嘛？升穿咗啦嘛，升穿咗黃色呢個，升穿咗新頸線係紅色嘅虛線啊嘛，呢個月線圖啊，都升穿埋啦嘛，係咪？一個頸線喺25,400左右啊嘛，25,400而家拋離咗千幾點，都唔係好遠㗎咋，嗰個潛力可以話好大。從呢個技術分析角度嚟睇下 ，OK， 咁所以因此嚟講咧，我比較相信，就算而家我長揸一個股票啦，或者一個指數相關嘅股票咧，我唔會相信如果佢跌落嚟嘅話咧，嗰個破壞性會太強。同樣道理，科技指數咧個時期會短啲啦。嗱，周線圖都係做咗個大型底部㗎，咁同埋佢已經係節節上升㗎，基本上係突破咗個底部㗎啦。不過科技指數同恒生指數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就係咧，佢而家科指有一個新嘅頸線出咗嚟咧，你睇呢個月線圖啊，黃色呢個虛線咧，一個即係好似向上斜嘅一個咁嘅長方形咁樣咧，佢呢個嗱，如果我底部都畫埋咧，底部都畫埋會大家會清楚啲啦。嗱，見到未？向上斜嘅一個咁樣嘅長方形。佢個新頸線阻力位已經到咗啦，6,665到咗啦，呢個禮拜已經到咗啦。小心進入咗呢個周線嘅阻力區，所以我先至話到而家咧，呢個位咧就唔好亂咁入好倉啦。中線睇好一件事啦 ，OK， 亦都顯示咗係到咗一個阻力區啦。科技指數 ，OK， 頭先都講咗科指。睇科指做人啊嘛 ，OK， 所以呢個好緊要嘅事嚟嘅。OK， 咁你簡單啲講即係話，中線睇好，短線咧比較咧會有短線嘅下調嘅可能性較大嘅。即係我去到呢度為止，應該都講得好清楚下噶啦。以大市去帶領你去都可以買個股，都應該係有把握。我趁呢度咧同大家講聲咧，如果大家真係對個別嘅股票，想有一個我幫你做一個分析嘅話咧，請大家喺評論區度留低你嘅 comment， 咁我會攞翻咧最多人問嘅股票咧，我會做一個分析嘅 video 俾大家嘅 ，OK， 所以咧大家留言想聽邊隻股票嘅分析咧，就寫低 ，OK， 咁我就會因應翻最多人問嘅股票咧，我會做一個分析。好啦，阿里巴巴咧就相信大家都好關心啦。阿里巴巴咧基本上咧升得太多啦，係咪啊？佢雖然佢之前咧係嗰個又係啦，周線圖其實係個大型底部，好靚嘅。而家睇翻，由22年做到而家呢個底部咧，其實已經升穿咗啦。升穿咗之後咧，即係佢呢度升穿咗之後咧，25年嘅年頭嘅第一季咧，佢又喺度做一個三角形，即係佢係冇話好果斷咁樣就爆上去嘅，佢先喺度再做多一個大半年嘅三角形，然後最近先至係嘛？最近呢2個月度先至真係肯爆上去嘅業績啦，係咪？公佈咗之後啦，咁咧量度嗰個目標已經到達晒㗎啦，而家已經進入咗185蚊呢個區域，已經係哇！你睇翻之前
好多阻力嘅喺呢個周線圖入邊嘅，所以都要小心。OK， 同頭先我睇呢個科指嗰個同埋恒指嗰個睇法係吻合嘅，係咪啊？咁如果睇翻連日線圖嚟講咧，雖然大家都知道咧，嗰個買盤咧主力咧嗰個資金流係喺美股市場為主嘅。咁美股我就唔同大家講啦，你可以睇其他嘅分析師去講。咁但係如果睇翻港股嚟講咧，佢個成交咧都係咧一路咧向上升嗰陣時咧，一路都係偏嗱，大家睇下都係縮嘅。咁咧同埋 RSI 已經係有一個頂背馳，係醖釀緊嘅，係嘛？咁所以咧大家真係要小心，因為如果佢咧要調一調翻落嚟嘅話咧，跌翻去10天線咧都要跌差唔多10%，接近10%都幾金下，唔好亂嚟啦，係嘛？咁大家小心啲，阿里巴巴一樣道理，升得太多啦。即係同埋我喺第二啲地方收到嘅信息咧，都係話喺美股市場咧嗰個做嗰個阿里巴巴期權嗰個淡倉咧，都係有增加嘅趨勢。咁所以咧小心咧，即係隻阿里巴巴呢隻股票咧會有一個比較大幅度嘅調整嘅一個可能性。好啦，咁講到呢個位置咧，我覺得都講得幾清楚下噶啦。俾你太多資訊啊，太多信號啊，太多資料，反而你會亂，係嘛？咁大家咧希望繼續去支持我Kevin 老師嘅呢一個channel，點讚俾個 like 俾我，然後 share 出去，係嘛？將我呢個 video share 出去，等更多人去睇到啦。同埋最緊要係繼續去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都係大家嘅支持先，因為如果唔係咧，我好難會有動力咧去繼續做落去啦。你哋嘅支持俾到我動力啦，呢句説話都聽咗無限咁多次噶啦，無限咁多人都係咁講啦，呢個係事實嚟嘅。冇你哋嘅支持咧，係好難會有動力去做落去咯，同埋好難會做得好，應該咁講。咁下個禮拜嘅展望，基本上假設禮拜頭真係向上再衝多一鑊，往27,300呢一個區域去再衝多一鑊嘅，我都會係提防咧。呢一個係一個引一啲啲散戶入去咧摸頂做大閘蟹嘅潛在嘅可能性較大嘅。總之我就唔會喺呢個位度再做好倉噶啦，除非好短線嘅炒賣咧，咁我就睇翻你哋自己嘅技術啦。OK， 總之都係啦，簡單講，大漲小回，下翻條落去一個比較吸引啲。頭先我講咗啦，邊個位大家都 mark 低咗啦，係咪？咁或者可以考慮入翻市。OK， 多謝大家嘅支持，多謝大家收睇。咁請大家繼續支持，拜拜。